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7，诗篇130篇第60安尼讲：我的心神挺候主，比周见的人挺候天光较切，比周见的人挺候天光较切。三甲来祈祷，愿切切渴慕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赏赐光明甲毋茫的上帝。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予阮，愿挺候你。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手，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。主啊，真济时阵，阮努力要改变阮的现况，阮四界要去找找问题答案。阮伫外面的世界咧找倚靠甲帮助，总是阮袂记咧安静来挺候你。阮袂记咧一切问题答案在伫你。主啊，求你予阮重新进入你的内面，伫阮的心内来找找你。主啊，阮要安静挺候你，阮要挺候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挺候咱的主，安静伫个面前，予伊来替咱开路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